原话艺术水就好。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，解说解文说理。国情安尼今日花头喜面，煞唔知影讲，若有囡仔要出世来到世间，唔是干那爸母尔，连亲朋戚友，人都花头喜面。你干那甲看讲，歌戏戏台顶，迄夫人若一个有欢喜尔，连祖干路财嘛共款讲甲花头喜面，有欢喜。国情啊，即句话敢若罕得听，无毋对。现代字典查无，有欢喜，就是讲心怀乐解。歌戏戏台顶人搁定咧讲呢，有欢喜。当然啦，以现代真侪朋友，囡仔还未生出来，尿珠啊已经寄来到位啊，包含囡仔衫一丝一丝已经送来到位啊，大家要斗欢喜呐。啊，当然过去原来会探听，安那，煞毋知影国情啊伫咧讲，就爱探听一个吼三宝经验较老道的，老道，这原来古早的书典才有记载，老道就是经验深。较早咧探听三宝，即马探听妇产科，网络消息大家会比较，迄医生经验爱老道呢，过去信用爱好呢，毋通讲去到伊遐抱囡仔，抱到有啥物意外，有啥物重大的，啊若安尼，咱是目屎会流袂离呢。啊有诶较讲究诶吼，原话佫会交代早干路财，讲毋是干那三宝经验爱老道，你敢知？啊无老爷佫有啥物吩咐？连三宝带来迄个助手，袂输敢若讲医师身躯边的护理师共款，原来会灵精啦。讲到即句灵精，有缘嘛共款。现代字典查无，古早人咧讲灵精就是啥？就是反应好，咬变巧，目色卡，毋则讲做灵精。所以三宝若老豆助手若灵精，咱即个囡仔抱出来，当然就袂有啥物重大。尤其即摆族人有诶较好过，会去月内中心，内底嘛爱每一个人员拢宁静，新闻袂甲歪卖啊呢。有真侪吼，迄个较无遐尼斟酌诶，囡仔顾较重大就会。毋则国情讲来到遮要来劝真侪爸爸妈妈，囡仔生出来才来冤家讲要拆分开，咱着爱想当初时有欢喜诶时阵，大家欢头喜面，大家迄款期待有囡仔来到咱兜家庭报道。迄款美妙的心情，想起过去的美满。